些跳得非常好，有时间拍他就不跳。眼睛都看不到了。哎，到齐了，刚刚是2个，现在3个都到了。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哎，这个掉了，掉了一个。又掉了嘛？啊，踩到脚了。它底下有粘性，那个粘到地下的，粘到地下了。都是。这个拖地下，这儿又掉一个，这儿又掉一个，又掉一个。都是。没准备好，应该不够，还不够嘛？这2、3个不够了，还有4、5个，哇，还有这么多，不够啊，没准备的，数量不够，还有吗？太欠了，太欠了，他们吓死了。这不干。起码准备30个、20个左右，25个左右。永琪没来嘛？我看看，永琪没来，还有好多个。哦，对，还有呢。还有5个应该是。还有2、3个。
开学来了。那你坐一下，给它放。17，哎，看这儿逮到一个，2个。我是说怎么突然出来一个？还有游泳吗？7分钟，这首歌7分钟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铁布锅庄，铁布锅庄。还有一首歌是锣鼓锅庄，那个讲4分钟不到吧，3分40多秒。这个7分钟，这个一般在3分多吧，4分钟，3分钟开始的。选择台。这个断了，拿过来了。编辑没来，今天没来。
7分钟，这首歌是最好的。911爸不就来了？瑶瑶没看到。
了知道，叫什么？有点搞笑的名字，叫啥？反正不是那种，有点带点有点贬义词那种名。他说过一次，上次说过一次。这两个，他们两个了，还差两个，看。哦，差一个不差两个，徐峥在前面，丽丽明天才来，就差一个。
到西罗培就2分钟左右。漂亮 ，nice。这个动作我们不得很漂亮。扎西，这个也是我们喜欢的。先看扎西拉的吧，扎西的。哎，扎西也出问题了，东北也出问题了，好爽。哎，贴得好了。还挺卡住了，休息一下，老师。我们说休息一下。真把老路有些呀，民主开心的笑，恰罗三十万那呀，几百牛的一送，呀几百牛一送。这个说咋当定了，别多那做西送，一张说不那用了三百个就轻松，三百个就轻松。扎西，你扎西，你扎西，想做一个就叫扎西。好，你看嘛，插电就电了，是不是？插电，对，插好了。这个手机不用管，直接70%，这个相机30%。
哇，只拍了我拉姆娃的，旁边英卓没拍。康夏群。现在这几天没有放那个望赖村了。掉了。
全是马。哎，开虚构嘛，拍他了，我拍了2个，拍了李丽和哦不是，幺幺和那个17。那个17雨涵谁？雨涵吗？哦，对对，后面看到了，他从兰州那边回来了，达州好像是达州。我没注意到，因为我刚刚单独用手机在拍他们2个。对，西装服装就是男的嘛。试一下吧，好吧，试一下，看他能不能。没证据，怕他怎么包吧？你这样子包，这样。哦，等一下，趴到上面了，好了。可以，他刚刚趴到那个东西上面了，趴到这上面了。好吃了。即将出国，再放下一首啊，发那个新的蜡烛那个，有可能吧？我去拿个水。好，西藏国装，嘿，长津大川回运，这3分多钟。都是在外面拍啊。
镜头它自动对焦，自动对焦就对着他们了，他们人就模糊了。今天他没休息吧？和那个他今天没休息吧？啊，那个对他挡住了，这小朋友他本来大血往前的冲的，这系统不通。他们在前面，我的相机自动追踪，他就追到前面小朋友。没有了。这个是展妹下去看。啊，来给我吧，好吧，这边我背。好，你们去跳舞吗？好的。来，然后日出的地方，嘿嘿，好激动！这日出的地方，你妈等住了，3分40多，4分，快看！哎呦！这儿。哦，没有了，刚刚拍了10多秒钟，才虚的。赞美下去看，这个后面拍才有意思，前面拍节奏比较慢。拍他们3个的，后面动作是最好看的。3分多哦，4分钟左右吧。4分07左右。
完了，好不加油了。这曲嘴儿好难得跳那么好。哎，刚刚要拍你就不拍了，就我看你跳多好了，刚刚拍了几秒钟，看到要去冲过来了。太累了。休息一下。刚刚拍我木吧。我们都休息一次了。才走了一起。哦，妹妹没拍了几秒钟，2-3秒钟就没有了。嗯。休息一会儿，我这边换一下。休息一下嘛，跳累了。现在几点钟？9:21，9:20，还有10分钟。再跳个西藏国章就基本差不多了。几个我都懵逼，昨天没。都是节奏很快的，他这个几首都是拿起那个连得起的。都是音效嘛，他们都是信佛的，信佛教的。这个叫啥也搞忘了这个名字。
我叫啥名字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等会儿我给你发，我现在不知道。哦，就每天已经跳2-3天晚上了。啊，我说跳2见面对，昨天开始跳的，对，新的那个。很好，对。还有杨杏儿知道，问下等会儿问杨杏儿。这个好的是不是新鲜？杨杏儿刚刚放的是什么名字？叫腊肠芹。好，腊肠芹。腊肠芹。这个。腊肠芹。这是第二次，这个重新再放一次。腊肠芹，腊肠的扩装版，秦汉的秦，腊肠芹。昨天也放2次，今天放2次，这个什么水啊，喝水。我可以送礼物了。这还有几分钟。这个跳完就没有了，就明天见了，明天帮你。哎，我们不，哎呀，搞完害怕了。
嘿，最后没有喽，嘿嘿，吃的问题。还要找我啊？想找爸爸。嘿嘿，找我，没事，给我这些，给我这些。他反正马上都收了嘛，主要收差了，挑一个吧，再放一个也可以嘛，还有几分钟。再放一局嘛，到休息。再放一个，跳完了，跳完了，收音响了。乱，还有正在去。说回家睡觉。哦，下了。刚刚这边放的，动作快一点还可以调一下。来，爸爸过来，宝宝，好。哦，啊，你好。哎，我看你好久没。你刚刚回来啊？啊。前2天在那边那个县认识了。我看我6点钟。都大家都选热了嘛。现在还是有还是在 YouTube 上面。我把那个关掉。